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旧约圣经历代志上4章9到10节，白话字圣经在501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顺愿你束缚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另外一段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1章18节到19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以上，请本堂郑牧师来讲道。题目是丰盛生命活出卓越，丰盛生命活出卓越。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经过一个礼拜，也感谢在主日我们仍然有福气能够来敬拜你。在过去的4个礼拜中间，我们教会有灵命的操练，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恢复到神你起初创造清洁的心，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思，让我们才有办法会有纯全的爱心。我们感谢主在这4个礼拜中间给我们大家的帮助，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加添我们力量，让赏赐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恳求主让这个操练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操练乃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就让上帝的话语生根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就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继续祝福在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灵命操练的人，都有坚定的信心，能够信靠主。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来敬拜你，就恳求主你赏赐我们有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在上一个月中间，我们用清洁的心思做灵命的操练。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特别是对那个经节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爱是从清洁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跟无畏的信心所生出来的。那我们就更明白，我们要回归到我们的爱的时候呢，要纯全的爱呢，要一步一步的练习。那我们在上4个月中间，我们是练习中要有清洁的心，如何恢复呢？要有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人要努力的部分呢，我们要除去一些不好的部分，包括跟神的关系、自己的关系、对自己的影响跟对别人的影响。盼望这些都能够成为大家的帮助，在我们的灵命成长中间能得到神的祝福。那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第一个主题在讲的时候就讲出丰盛生命，因为神所要赏赐每个人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领受到呢？所以我们就学习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第6讲了，那前面有5讲，那已经从1月16号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快半年了哈，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忘记了，所以我在这边再特别的再重复的来提醒一下。第一，我们所讲的是在新的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期待的梦想能够实现呢？要是我们的梦想能够跟神结合的话呢，我们领受神的梦想不是自己的话，那一定会实现，因为是神的嘛。那神的梦想到底是怎样？它应该是清洁的、正面的，而且是要用神的眼光去看它，不是看我们自己在看，而且要不断的信靠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期望我们的梦想会实现。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我们要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神所创造独一的神是最完美的，在神的眼光来看是最完美的，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建造我们的。但是呢，我们常常都受到了污染了，所以我们很多人也不满意自己，甚至我们常常会觉得别人怎样子的不好，其实不是因为神创造的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受到了污染。所以我们要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我们要穿上新人。因为要有丰盛的生命呢，我们需要养成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也就是需要接纳神当初所创造的我们，然后奠基在上帝的话语上，成为我们的帮助，那融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的群体，也就是在教会中间彼此之间能够得到帮助。这是第二讲。第三讲的时候呢，我们也讲到说，我们的思想其实现在的行为是受到我们以前思想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思想改变的话呢，就改变将来的这行为。那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思想呢？要能够选择合乎神心意的思想。我们要享受丰盛生命的秘诀呢，就在我们能不能选择合乎神心意的思想，也就是一个积极正面的、公义圣洁的，而且相信神的允许的。当我们选择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不会找借口，我们就变得更有智慧，我们就变得更专注在正面而且符合真理的这种思想。那万事互相效力呢，我们就能够体会到，虽然万事互相效力，中间有时候是看起来好像对我们不是很有利的，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要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成长。这是第三讲。第四讲呢，我们告诉大家，就是说，在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面、生命中间都有不同程度的错，但是我们不要被他打败了，我们要胜过他。但是我们要如何胜过他呢？我们要谦卑自己，求神来帮助我们，寻求神的饶恕跟怜悯。我们不要活在那个后悔之中，因为后悔只会消减我们的信心，而且信心呢，永远都是现在式，不可能是有过去式的。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不要让过去呢来牵绊着现在跟未来，而且要选择让今天呢是喜乐的日子，活在对未来有美好的期待中间，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会有丰盛的生命。上次在讲的是在4月17号，已经接近2个月了。我们讲到是说，我们应该要连结上帝的能力，因为前面的这4讲都是我们在努力的部分。难道我们这样努力就可以吗？其实我们要是没有连上上帝的能力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什么叫做连接上上帝的能力呢？乃是告诉我们要精通神的话，然后去真正认识他的时候，就借着耶和华神的手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这中间要如何去精通上帝的话语呢？你要先建立信心，因为圣经中间都是一些信仰的话语，你必须要有信心，然后持续的祷告，跟神连接在一起，善用困境，也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在你身上呢，其实有一些我们觉得是一种困境产生的话呢，是神要让你得到造就而产生，让允许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善用它，能够去领受到神的恩典。最后我们就活出命定。什么叫做命定呢？每个人命定都是一样的，叫做容神益人。因为每个人所面对的人都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你自己的角色也时常都不一样。一天中间扮演了好几种角色，在你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做着容神益人的事情。你想，我们有多少人接触，有多少人，这些都在容神益人的话，上帝的国很快就临到我们中间了。这就是活出我们的命定。我们与神的能力要是连结的话呢，让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享受神所赏赐的丰盛的生命。神要成就这一切。今天这是我们第5讲了，今天是最后一讲。最后一讲我们是要讲到说，你既然是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你怎么能够让人家看出来？你怎么能够活出那个卓越呢？卓越乃是一个杰出、非常优秀。你如果能够看到你活出一个优秀呢？我相信圣经中间有很多让我们可以知道的，他们的经节有时候都很长，但是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只有出现的在2节中间，但是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受他这一段短短的这2节之后，然后研究之后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就要以他来看，
我们要如何能够活出卓越呢？我们所看的经节就是历代志上第4章第9节到第10节，雅比斯的祷告这一首诗很多人都会唱，等一下我们要那个当回应诗。它里面呢讲说，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妈妈给他叫名雅比斯，不是说你很尊贵很聪明，而是说我生你的时候甚是痛苦。然后雅比斯就祷告以色列的神，祷告了4句话：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就这么4句而已。神应允了他所求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等一下我们要一一来看。另外一个经节呢，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第1章第18节到第19节，那对不起，应该是第18，没有17哈。这边告诉我们说，要照明你们眼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你们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们所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然后知道他向他所信的神能力是有多么浩大。这边告诉我们3件事情，说我们的神呢，我们要如何能够明白？你要把眼睛要打开，心中的眼睛打开之后，才能够知道。第一个，他带来的盼望，他的盼望是何等的有盼望，表示盼望会实现的盼望。第二个，他的基业呢，就是你所做出来这些能够有多么的丰盛呢？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是多么的丰盛。第3个是他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这个经节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怎样子的神。我们再回去看历代志上雅比斯祷告，那个神应允他有没有意义？当这个神是一个很小的神的话，又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的应允一点帮助都没有，很小的神而已啊，没有权柄，没有带来盼望，这种应允并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们所知道神是这样子的神，从整个历史，从整个所有的这种记载中间，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盼望呢是非常能够成就有指望的。他所成就的是这么样子的丰盛，他的能力是这样子的浩大。当这样子一个神来应允你的祈求的时候，你一定会活出卓越，你的生命一定是过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对经节的解释。我们再来看，从头来看的时候呢，这是刚才已经讲到，我们要享受丰盛的生命，就是将那5讲我们全部都把它连结在一起。但是这边要问说，你要有丰盛的生命，是掌握在人还是掌握在神？有2个年轻人，他们听说有一个智者，他很厉害，什么事情都会回答。他们就是不服气，想去考他。他们用什么题目呢？就抓一个小鸟在手上，然后就要问这个智者：你知道我手上这个小鸟是死的还是活的呢？让他说活的话，我就把它捏死。你看是死的啊。那活的话呢，我就把它打开就放掉，就已经不见了。是死的话，我就把它打开让它活着，这样他们就想说这个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圣经上常常看到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去问耶稣、去考耶稣一样，他这2个也是一样去问这个智者。他就问智者：“请问你可以知道我手上这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那位智者告诉他：“这小鸟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这小鸟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神有很多应许在我们身上，他要我们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为何没有过丰盛的生命呢？原来有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上的部分，我们没有好好自己的掌握。要如何能够掌握呢？今天这个经节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先要问说，你对丰盛生命的定义是什么呢？你觉得怎样才是一个丰盛生命呢？非常有钱，钱用不完，你都不用去伤心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用。因为到你死的时候，这个钱还没有用完，或者是你很有崇高的地位，在路面上马上走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跟你打招呼，非常恭敬的跟你讲做了什么大官一样，是这样子吗？你所谓丰盛的生命，在你们的心中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或者是我们在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就是我们常常受到神的祝福，让我的生命非常的活得有意义。我一直活出那个上帝的命令，要我荣神益人，我觉得非常的对上帝国、对社会都有很大的贡献在。甚至我要是能够说，神告诉我说你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丰盛的生命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心中应该从这个定义一下，你觉得你的丰盛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神要赐福给我们，那到底是怎样呢？我觉得有一个丰盛生命的人呢，他一定是拥有卓越的人生，就是他的人生是非常的杰出的，不管在哪一方面来看。所以有的人是没有钱的，但是他能够贡献帮助相当多人。要是世界上没有这个人，那就很大的损失。是不是像这样一个卓越的人生呢？我们来看看今天所看这个经节，虽然他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呢，其实他在这个我们讲出活出卓越的时候呢，可以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要思考亚比斯他的祈求蒙神应允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知道亚比斯这个人，第一个他的名字意思是叫做痛苦。我不知道你能够想象这种情境吗？每个人叫你的时候都说痛苦，痛苦，或是以现在的话讲，就夭寿啊，夭寿啊。有个人的名字叫做这样，你觉得他会喜欢，他会好吗？或是一天到晚在讲你是恶者，或者讲你都是不好的时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比他的弟兄更尊贵 ，more honorable， 是一个很受到人家来尊重的。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这个意思是在什么地方。整本圣经从头到尾只有这2节提到亚比斯。有人经节甚至看过圣经的人早就已经忘记这个人，因为历代志上从第1章记到第9章都是在讲家族、家谱。从亚当开始，亚当生了谁，然后一直讲谁生了谁，生了谁，都是名字。我想，我连神学先就是在看，都是跳过去看就好了，因为都是人名啊，你也记不起来啊，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呢，这中间出现了2节，还讲了它中间的内容，讲了亚比斯的有关的事情。其实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显示了3件事情。第一件事呢，他是一个名不见传的人，无端的冒着，突然就跑出一个叫亚比斯的，然后呢，他做一个非比寻常的简短祷告，只有4句话而已。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结局是非常圆满，因为上帝应允他所求的。甚至呢，很多人因为亚比斯的祷告呢，而得到了鼓励、祝福。我手上拿的这本书呢，是亚比斯的祷告，薄薄的一小本，大概1小时你就可以把它整个看完了。这上面写的这是2001年 ECPA 金牌奖全球最佳书籍大奖，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1名，原著行销超过880万，这是2000年的时候。这么一个小本，这么多人去买它，为什么？一定是有帮助，才会得到帮助。只不过这怎么来的？它就是讲亚比斯祷告的这历代志上4章第9节跟第10节这2节的所写出来的，这是有关亚比斯我们稍微初步的认识。我们来看他的祷告呢，有什么特别呢？他的祷告第一个，他祷告第1句是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我不知道你看这一句后，你会不会觉得他很自私呢？他想的不是说让上帝国你早日临到，愿神你帮助那些贫穷的人，愿神你祝福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家，或者在以色列国家，或者是愿神这样。他不是讲那种宏观的事情。甚愿你赐福于我，请问这是一个自私的祷告吗？我们先不要下结论，等到后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一个决定。亚比斯的名字是父母给的，每一个人的父母也都是名字都是父母给的。父母给孩子命名的时候呢，是带来对这个孩子有期待。当一个孩子名字叫做痛苦，你想父母对他有期待吗？显然孩子也感受不到父母对他的期待。这个名字呢，并不会带来什么好兆头。那他如何翻转呢？原来他找到一个可靠的，就是以色列的上帝。所以他做了这个祷告，他第1句里面讲说：“我甚愿你赐福于我。”这个甚呢，不是翻译的人自己加上去的，原文里面就有这个字，它代表是一种迫切，我真的需要。我们的祷告有像这样子吗？我真的很需要，还是只是一个词带过去而已？我甚愿你赐福给我。那这个福到底是什么呢？福跟赐福呢，在圣经的角度来看呢，
他的求福是求然，就超自然的恩宠，不是普普通通让我可以吃，有饭可以吃，然后有衣服可以穿，然后今天得到平安就好。No， 圣经中间通常讲到，特别讲出来的是福，这个福的时候呢，乃是什么？圣经中间在我们求神赐福的时候，不是要只求得到我们能够为自己赢得的东西，你得到更多而已，而是祈求唯有神，你才知道，而且要赐给我的无限的恩典。圣经中间讲到这种赐福的呢，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自己努力可以得到，只有神可以的，而且神知道怎样子要赏赐给我们。神愿意赏赐给我们富足吗？没有错，在箴言第10章第22节这样讲：上主降福使人富足，单靠劳碌不能使人致富。这告诉我们，你只有靠神才有办法得到富足。所以你不是向神求，你要向谁来求呢？雅比斯祷告用这一句话呢，他有3个基本的态度。第一个呢，他没有讲是什么福。所以他将这个主权呢留给神，由神来决定要赐下什么福。第二个呢，他也没讲我在什么时间点的时候，我在用什么方式，我又是什么地点呢？神你要赏赐给我。所以很显然，他是将主权交托在神。甚愿你赐福于我。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他当然知道你的需要，他要看的是你的渴慕，他不是要你告诉他什么。但是你要向他祈求，所以是我们第一个看到他的这个基本的态度。而这基本态度会带来什么呢？这基本态度呢会带来说，你既然将他完全交托给神，所以你更会需要知道去了解到神的旨意跟神的计划是什么，所以你会全然投入到神的旨意跟计划中间。也因为这样呢，你的人生就开始充满了神迹。到最后是我们会有一个呼吁，那时候呢，我相信在经过几年之后，这中间你渐渐的也会领受到同样的东西。但是要求神赐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基本上我们应该知道的，在2个经节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如何得到神的祝福呢？祈求就给你们，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然后到雅各书第4章第2节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们若不开口求神赐福的时候，就丧失那些唯有我们开口才能够得到的东西。有一个故事讲说，有一个人他就到天堂去的时候，那彼得招待他，介绍说这个天堂怎样的，突然看到一个房子好像是一个 warehouse 一个仓库一样，那并没有像什么金是黄金柱还是那个样子的，让人家觉得这房子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房子。他就问彼得这间是什么？然后你大概不想去看的，这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去啊。天堂中间竟然还有秘密啊！没有了，不是你大概不想去看而已，没有他想要看啊，就进去看。原来是很多个架子，这架子上面都有一个名牌，然后上面都放了很多个用筒子这样装起来，然后有时候绑起来，有一个丝带绑着。他问说这是什么？这是没有送下去的祝福的礼物，从天上要送给这个礼物。他看有没有我的名字啊？看有，而且很多卷。打开看，这不是都是我希望要的吗？彼得告诉他，因为你从来没有开口求，所以本来要送给你的就没有送给你的。我们知道神是期望在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如何给你们呢？因为你祈求了就给，你要是不求呢，就得不着。当然这个求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教导告诉我们，这是合神心意的，而且是动机纯良的。向神祈求呢，其实我们可以做结论了，一点都不自私，因为你是渴慕怎样神的祝福在你身上，而且这也是合神心意的啊。因为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这样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他既然是这样的一个神，他当然要赏赐给我们啊。神的能力跟他的赏赐呢是无限的，有限的反而是我们自己，我们限制了我们自己啊，这个大概不可能吧？这个我们这样讲好像太自私还是怎样？其实神他愿意祝福我们，只要我们动机正确，合神心意，你大胆的求，因为神要将这祝福
给我们。这是第一句雅比斯的祷告。第二句呢，他说扩张我的境界。境界这个原文，有人看英文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territory 啊，是 border 啊，有的是另外一个翻译成 coast。这讲的都是这样，都是你的疆界，你的领土跟你的地界疆域，你就是把我的土地放大吧。意思好像就是为了自己，是求说让我更富有，让我土地拥有更大的土地。但是我们要是从经文的上下文的以及祷告的结果来看的时候，我们相信雅比斯他不单单是求更多的房地产，而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影响力、更多的责任、更多的机会，能够为以色列的神来行大事。这就是我们所讲的所谓他的动机正确、合神心意的话，神才会运营在他。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的境界在什么地方？我可不可以向神扩张我的境界呢？也不是为了我的房地产更多，我的钱更多。我希望有更大的影响力，我希望有更多的服事，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为我的神做的时候，那我的 border 在什么地方？我的境界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我们工作的内容，我们工作的场所，我们所接触的人，就是神所交给我们的境界。你愿意将这个境界扩大吗？你愿意将你在工作的内容不是单纯只在工作为了生活而已吗？你愿意有这个机会接触这么多人，能够去体会神的恩典，向他们讲神的恩典吗？你也在不同的场合中间，你所接触到不同的人中间，你愿意扩张你这个境界吗？神将这些东西交给你，将这个机会再交给你的时候，你愿意去扩张吗？神喜悦人扩张他的境界，是为了要荣耀他。只要我们是为了要荣耀他的话，神都愿意去成全他。我们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我们的服事已经太多了，其实你要是服事的机会又增加的时候，神给的祝福跟能力跟资源也跟着增加了。你只满足于现状吗？你要享受神的恩典，享受神的能力，享受神在祝福你身上，只有像现在这样吗？你假定不希望要更多的话呢，求主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有更多的服事，你就会有更多的体会在。神是其实一直在寻找那些乐意更多侍奉他的人。我们不要忘了，不是因为我们能，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而已啊，我们不是源头啊。所以你愿意将你成为那个管道吗？管道的意思代表说怎样？源头不是你，结论也不是你，你只不过是愿意提供吗？你愿意向神说：“神啊，求你给我这个侍奉的机会吗？”因为做工的是你在做啊，结论也是在神的掌握中啊。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告诉我们：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我们的势力，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只有依靠神的灵才有可能会成功的。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道而已，连管道你都不愿意开放出来给神使用吗？求神扩张我们的境界。当你为了要荣耀神而开始热切的祈求他赐给你更多的影响力跟责任的时候，神一定会将机会跟人带给你。这本书里面讲了好几个故事，当他觉得他需要为神做的时候呢，他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他就做祷告：神啊，我愿意为你做事，求主你来帮助我。没多久就有一个人来问他一件事情，他把握了这机会，就将神的道福音就这样传出去，也成为那个人的帮助。是你愿意吗？当你愿意有这种渴慕的心的时候，神就会将这个机会将人来带给你。是你有没有把握住呢？假如你祈求的只是踏出一小步，你不需要神。我在说少少的努力呢，这种东西你不要向求神，你要求的是扩张我的境界，不是在我的境界里面只踏出一小步而已。那你不用求神，你自己就可以做了。你愿意这样吗？你愿意求神帮助你，那扩张你的境界吗？当你把神的形式，其实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境界呢，就是在祈求是有神的生机。
所谓神迹是讲神亲自做的事情。当我们将神的行事表摆在我们的自己的计划之前的时候，然后在全力以赴的时候呢，神一定会介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从很多小组长在我们教会中间的服事，我们就看到，起先他们都很害怕，他们都觉得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不要啦，还是找别人吧。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小组长，很多小组长都很大的成长。他从一个腼腆不太敢讲话，到后来他做见证，他热切去传福音，他热心的去服侍人。为什么？他越愿意付出，愿意扩张他的境界，神就将能力赏赐在他的身上，他就得到了成就，他就得到了帮助。我们只不过是管道而已。你愿意神扩张你的境界吗？第3句话，他说：“常与我同在。”当我们的生命已经满载的神的恩赐的时候，而且也朝新的境界我们在迈进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你遇到挫折困境你会怎样。没有错，我们都希望将主权交托给神，盛宴你赐福于我。我没有讲什么福气，神你就照你样子赏赐给我好了，你所知道最好。然后再来就是扩张我的境界，我愿意更服侍你。哇，这都是很好，也都是我们在鼓励的。但是你遇到挫折怎么办呢？遇到困境怎么办？是不是神不祝福我了？是不是又有什么地方呢？亚比斯他也知道他会碰到这个问题，他怎么解决？他说：“只有依靠神的同在，常与我同在，不是我需要的时候才跟我同在，常常与我同在。”当你的境界继续扩张的时候，你更需要依靠神同在的大能来帮助你。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第5节到第6节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我们所能承担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乃是因为出于神。所以你当然要神跟你同在，你才有办法。神同在的意思是什么？神同在的意思就是圣灵充满，也就是神做。神的灵跟你同在，你能够做出来的当然是神在做工啊。常与我同在，就是希望圣灵能够充满，然后神就在替我们做工了。初代教会能够发展，也纯粹都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使徒行传第11章21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不是说初代教会做了很多的事工，里面的长老执事多么的努力，牧者多么的努力，他们的人就增加了。No， 谁什么？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要让事情能够得到成就，一定要主的介入，而且是主在帮助我们，只不过是管道而已。主正在等的人向他祈求超自然的大能。因为在历代之下第16章第9节这样说：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他有一个大能，这大能要实现在什么地方？要向心存诚实的人。我们看到这个经节告诉我们，耶和华遍察全地，他不是在找那个属灵的伟人，哪一个人最虔诚，哪一个人每一个礼拜天都去讲，没有。礼拜天要是都来的话，你要是不心存诚实的话，没有要忠心于他的话呢，也不是神要寻找的。神要寻找的是怎样？是那些心存诚实，也就是真诚的人。我来不是带着假面具的，我是怀着一个真诚的心到神的面前的。我知道我的软弱，我知道我需要神，我要认真在神你所交代的事上，我要成一个忠心的仆人。神在寻找的是像这样子的人。在神的扩展计划中间，唯一没有赏赐供应的就是这样，就是你的忠心。原来这是人所要付出的代价，人所要做的功课，这是人的责任。神要是将忠心赏赐给每一个人，那还有什么好疑虑？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啊，根本不用努力啊。但是神赏赐我们有自由意志，他要你自己去做决定。你愿意显出我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我是那个心存真诚诚实的人，要到神的面前来。你要是的话，神在找的就是像这样子的人。唯有神的同在呢，才能够解释发生在中心是
信徒身上的神迹，我们愿意让天父来触摸每一位心存诚实跟忠心的信徒。你愿意成为那样子的吗？愿意神都能够，但愿神都能够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第4个，他讲说，保佑我不遭患难，保佑我不遭患难。属灵的成功往往会带来更多失败的机会，因为侵犯到撒旦的地盘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侵犯到撒旦的地盘，撒旦一定想尽办法要让你失败。当人刚经历了属灵的成功的时候，就是他最容易对自己的能力产生错觉的时候，也是最需要祈求保佑我不受遭患难。当人越成功的时候，他甚至都忘了，有时候忘了是神，他不再是管道了，他以为他就是源头了。你看我这样子的有能力，你看我做的丰功伟业，真的是这样吗？不要忘了，我们不能承担什么，只有是出于神而已。在这时候，我们最容易有这种征战，也最容易失败。要怎样逃过这个失败呢？你就不要在征战中间就好了。与罪恶征战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求神使我们不必征战。怎样使我们不必征战呢？就是讲保佑我不遭患难。大多数的基督徒似乎只有求神加给他们力量，能够忍受试探，胜过魔鬼撒旦的攻击，却没有想到，我们只要需要向神求，让我们远离试探，不让恶者接近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了。但是当我们一碰到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之前我们可以做怎样做功课，求神怎样，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啊。主导文也是这样讲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大多数人会犯罪呢，都是因为我们面对太多的试探了，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犯罪。有时候甚至呢，邪恶他用一点点的真理就来欺骗了我们。你还记得在大概5年前的时候，达文西密码出现的时候，那时候有多少基督徒受到影响？我记得还告诉大家是说，在英国做了统计，问基督徒达文西密码出来以后，影响到你信仰有多少人？超过50%以上的人。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信仰都是不坚定的人，但是是真的是这样吗？因为里面有一些是真理。也就是说，达文西密码里面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是事实、历史的记载，然后它中间开始穿插它很多的东西下，你就以为这一点点是真的。再来就是哇，连这个也是真的，一点点真理常常就诱骗了我们，欺骗了我们。你对真理有这样子的了解吗？我们越为基督的缘故扩张境界的时候，就越会遭受到撒旦的攻击。有时候稍稍的骄傲跟自信都会足以带来危机。所以我们要用这个祷告来讲说，我们要尽可能来远离试探，但也不要因为我们这样子就终日开始人心惶惶的活在恐惧跟挫败中间。我们靠着神的大能，我们一定确保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保佑我不受患难非常的重要。我们相信，我们曾经看到很多个在美国发生的一些非常有名望的宗教领袖，像在电视里面讲的布道的那一做得非常的成功。他只在电视，你只要看电视就好。他要为你祷告，请你将你的手摆在哪里，为你祷告。得到医治透过电视这样，你竟然就得到医治。神透过他的恩膏有多大？但连这样子的人，他们都犯了罪。后来就知道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产生，金钱的不清楚，有这种色情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属灵的征战失败了。他没有要求神你保护他不遭受患难，所以遇到患难的时候呢，就在患难中间，患难越多的人越容易就犯罪了。我们看到雅比斯他所讲的这4句话，其实对我们讲非常的重要。你常常有想说，你要愿意神赐福给你吗？而是主权在神的赐福，不是我们自己列了很多个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没有，是将这主权交给神嘛。你愿意扩张你的境界吗？让你有更多的服事，更多的机会为主做工吗？你能够因为这样而经历更多的能力，神的能力，神的恩典在你身上。
你有常常求主常常跟你同在吗？不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在我正在很顺的时候更需要，因为魔鬼就在找这个机会。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吗？我们更愿意在还没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怎样就不受到这些试探。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我们结论来看，雅比斯的祷告的结果是怎样？上帝应允了他所祈求的，也就是上面所讲这四句话呢，上帝通通应允了，上帝一定赐福给他的，上帝一定扩张他的境界，让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很好的榜，所以他才会结到答案是这样，更尊贵。然后同时怎样，常常跟他同在，他才有能力能够做，同时不遭受这些患难。所以第二个结果就是这样，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上帝喜爱的人，上帝喜爱人祈求他，还真心渴望寻求神心意的人，神绝不会拒绝他。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经节，以弗所书第1章的第18节到第19节讲，他要将他的盼望，带有指望的盼望呢，到我们身上来。然后他所做成的基业是多么的丰盛，他显示的能力是多么的大。尊贵这个名字，乃是在神眼中所看，不是说他变成非常的尊贵，好像皇帝一样戴着什么帽子上这样，不是这种意思。神看他为尊贵，也就是神给他的奖赏，也可以说出这样，他一定是活出卓越，因为他的祈求合神的心意，神就赐福在他的身上。我们盼望呢，在这边要呼吁，我们可以将你每日的祷告中间，将这4句话摆在你的祷告中间。你诚心的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受患难，不受艰苦。你把这摆在你的祷告中，你用渴望的心，甚愿。这个作者他说，他用这一句话祷告了30年，从不间断。他每次出去演讲就是推广，请大家用这个祷告你就可以经历。很多人回来跟他反映，经过了几年中间，你不可能说祷告一下就这样，几年中间他开始回想起来，真的是神将恩典满满的赏赐在他们身上。当我们将这些祷告摆在我们的祷告中间，将主权交给神，信赖神的带领祝福，渴望神为我们做更大，为神做更多更大的事的时候，有神的同在的保护，远离那些犯罪的罪恶，我们当然会活出卓越的生命，过得得胜的生活，能够享受神所赏赐丰盛的生命。这是我们丰盛的生命最后一讲，我们盼望每个人都能真正是活出卓越，有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神所赏赐要给我们的。这礼拜有小组这里面问了3个问题：你向神求赐福的时候，是言明内容呢，还是由神来决定？因为他是神，知道什么对你最有帮助，与你的需要。你愿意将这主权交给神吗？第二，觉得你的负担已经太多了吗？愿意求神再扩张你的境界吗？有的话，是在哪一方面？还是交给神？你只要有一个开阔的心、交托的心就可以。第三，将雅比斯的祷告放进你每日的祷告中间，去经历你所带来的丰盛、得胜、卓越的生命。也就盼望我们有一天能够来做见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愿神祝福在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现在满心的感恩，因为你应许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你也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你也愿意这样子做，但是有我们神要努力的部分。我们今天从雅比斯的祷告中，我们学习到了神你为何运行在他身上，为何使他更比其他的弟兄更尊贵。原来他所祈求的是合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相信，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也活出他的卓越出来的。恳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应允的要有丰盛的生命中，我们也都能够活出卓越。
献上我们的感心，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主祷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